来看有一种乌星星，叫做 A 种的乌星星，不过实际上因的体积是甲一般的乌星星差无偌济。这种 A 乌星星是母系社会嘛介意和平。最近有研究发现讲，伊毋但有语言的能力，母的还佫会做伙开讲，而且会联合起来对抗公的猩猩的攻击，确保因伫咧社会上领导的地位。因若这种有策略的行为，伫咧动物界实在是真罕见。A 乌猩猩甲乌猩猩是像接近人类的灵长类近亲，有98%的基因相款。也过乌猩猩的世界是以群头母，也佫有气力来拼输赢，一般由公的来掌控。A 乌猩猩是母系社会，研究人员伫公古民主共和国的测试地，经过30年观察，证实 A 乌猩猩的社会存在女性联盟，会斗阵来拍退公的 A 乌猩猩的攻击，主导食物的分配甲这个社会阶级。Females, by forming coalitions, they gain power over males. They can gain dominance within their group, and they can attain, very high-ranking positions within the group. 就算互相毋是亲属关系，甚至是拢无熟悉，拢会使结盟来互利，这是动物界真少看，经由7条互母会使有利的案例之一。研究内容发表第24个生物学通信期刊。A 乌猩猩毋但结盟互相斗阵，也斗阵来开讲。另外一项刊登伫科学期刊的研究，就发现 A 乌猩猩知影甲有意义的叫声组合起来，像做具象管造成更加复杂的结果。What we found is that for those 7 vocalizations, they mostly communicate about coordination, and that is, I think, quite a nice result. It's all about staying together, coordinating activities, making sure we reunite at the end of the day. 苏黎世大学这项研究结果，加上另外一项乌猩猩也使用组合语言的研究，显示句发能力毋是人类独有的，可能早在700万年前，人类甲这两种灵长类近亲共同祖先的时期就存在啊。互语言演化时间大大向前推进。公视新闻，施惠中编译。